第一次，我是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了，第二次，还不错啊。还不错啊，环境也蛮好的。觉得这边很好玩，然后这边有很多很真实的玩具，还有楼上那些模拟洗头的什么之类的。模拟洗头就很多不同的职业，对，很多不同的职业，很适合来参岛这边玩。不错，很大，小孩子比较多样性可以玩。家里区也有。我们东区那边有一间，东区的，在复兴国中那边。家里，还有上化。平日的票价的话，我们是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二到礼拜天。那礼拜二到礼拜天的话，只要是台南市民就是35块，可以从早上9点一直玩到下午5点半。中午12点到1点半是休息时间，可以外出之后再进来都是可以的。那礼拜六的话更是优惠，我们是从小朋友的话是70块，大人的话是60，票券更是从9点到一直玩到下午5点半。中午是是没有休息，可以外出之后再进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周休假期是不是不知道要去哪里遛小孩呢？台南总共有9处亲子悠游馆及1处儿童馆，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是爸爸妈妈假日带孩子放电的好所在。然而，你知道在永华市政中心旁的社福大楼就藏着1处儿童馆吗？这里不仅有不同的主题规划，环境也相当整洁，相当适合赖在这里一整个下午哦。爸爸妈妈快带小宝贝来这里玩吧！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妇儿少科的黄专员怎么说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局妇儿少科专员黄耀德。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亲子幼儿馆跟儿童馆。那我们台南市总共有9处亲子幼儿馆，提供0到3岁儿童的游戏场所。那一共有1处的儿童馆，提供0到12岁的儿童来游乐，希望欢迎家长带他们来。那在亲子幼儿馆方面呢，我们除了提供0到3岁的儿童游乐设施之外呢，还有非常专业的托育人员跟社工，提供各种儿童发展以及保育的各种咨询服务。那儿童馆方面呢，我们有在市府旁边的社福大楼里面，在3到4楼有2层整层的活动设施，里面有黑面琵鹭，也有多元文化的场馆，提供给各个儿童来使用。希望我们儿童馆变成一个儿童游乐的天堂，那它也相对的是雨天的备案，因为我们都有很良好的空间环境。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3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黄伟哲伫2018年竞选的时阵，曾经明确的表达，将伫当年抗日历史受审甲复兴的所在，也就是现有的司法博物馆，兴建一座抗日历史纪念碑。不过到现在却无一个影。议员王家珍伫自由发言，都希望市府尽紧完成。对此，市长回应会努力争取经费。为完成台湾司法历史最后一块拼图，当年的抗日历史的受审地，也就是现在司法博物馆的第3法庭，甲原台南刑务所的中管宿舍的古迹修复甲活化，希望会用甲司法博物馆连成司法的文化园区。不过，议员王家珍却认为有进前的规划设计，不过后来却无中央经费的帮助。希望市府会用赶紧来完成。刑务宿舍是吧？是刽子手的宿舍，我们已经把它拆掉了，已经做了一些规划了。我们需要1.3亿，把它全面做重整，好跟司法博物馆连成一个您说的人权司法的一个纪念园区，是吧？好。包括慰安妇，包括3000枯骨，新化的3000枯骨，市长，我们都把它放进去吧。市长，把它放进去吧，考量进去吧。我们会放在应该放的，就是说放在一个其中一个园区了。市长，您慎重考量。是。我们盼望这个园区在你这一届的任内，我不敢讲是不是通通 OK 了。但是你要给本会一个交代，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和解的时代，希望这是一个有爱，不要继续散播仇恨的时代，是吧？是。这煞议员关心的，还佫有南山公墓，到底是要开发或者是保存？最近有未少学者专家有无同的看法。议员建议，台南因为文化历史的升格，希望互台南就是原来的台南。毋过市长黄伟提去回应，迁葬是国家的政策，毋是对伊才开始，因此伊会进一步来了解。市长表示，绝对袂专区开发或者是专区保留。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伫建平路原本的老人中清公寓，伫民国105年由民间的安养中心承租经营，一直到今嘛。上午议员罗坤豪伫议会自由发言指出，7楼的建筑物总建坪有5100平，结果一个月租金竟然无够10万块，而且佫完全无提供公费较好的床位，非常的无合理，所以要求市府爱终止合约。对此，市长回应会做检讨。议员罗坤豪爆料，位伫安平区这栋占地2500平7楼的建筑物，中央伫民国85年补助3亿来兴建，市府103年佮开了7000万来整修，总金额3亿7000万。现在租予民间的安养中心来经营，一个月租金只有9万块。议员认为不但无合理，而且佫无提供公费的安养床位，是毋是违法？要求市府爱检讨。你3亿外，一间2500平的土地，你互财团使用，一个月该收9万，你这敢合理？这是确实市场，如果依照价格来讲是不合理，但是社会福利的部分变成伊都有一个讲没有办法去计算成本的社会福利的工作，但是这个物件。你议员咧讲迄个物件吼，工会的床位吼，伊按评鉴2年才能签约啦。但是阮即摆已经有堪咪讲着，市长你注意听哦，已经即摆你注意听哦，已经堪咪签约，伊即摆已经同意要来收咱的工会床位啊。这部分我上任了，我就去堪咪谈啊。他现在已经有准备要收咱的工会床位。虽然过去毋是你担任局长，是，可是你即摆所讲的。你即摆所讲的有符合着常理无？一间袂当收公费的公司会当得标，袂当收公费呢？议员，我甲你报告，你这今日出现这个问题。袂当收公费的公司会当得标着要做公费的业务。这个部分已经有他们签啊啦，有要求，违法无？有要求来签来接。违法无？这个合约爱重新。无你个嫌违法。虽然市府社会局强调，社会福利是袂用的计较成本，而且合约一签是9档11个月。议员强调，虽然合约毋是即卖所签，毋过市府爱承担所有的过程。议员要求，看是要提高租金，或者是终止合约，若无将预算减掉来调查。对此，市长黄伟天嘛回应，伊有同感，会深入了解，并且做检讨。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前台南市议员董平娥30号召开记者会，质疑法医甲检调审理市议员洪玉凤涉嫌贪污案的处理程序上过慢，要求速审速决。对此，台南高分院回应，法官会依法审理。另外，台南地检署表示，检察官是认为一审量刑不当，也无应该缓刑，才会提起上诉。而洪玉凤议员则是表示尊重检方的决定。市议员洪玉凤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南地方法院也依照相关的法律，判伊2年的刑期，缓刑5年，褫夺公权5年。虽然洪玉凤认罪，但是检察官悠然提出上诉，这也让前市议员董炳娥无法度接受。30号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希望法院会使加速来审理，让人民对司法有信心。关于洪玉凤伪造文书诈领助理费这个案子，迟迟都没有结案，到今天为止已经1年6个月了，那剩下还有2年4个月就满1届了，那为什么拖到现在法官还没有结案？因为其他的县市也都已经结案了，
也都递补了。那我们很期待我们这个法官能够速审速判，因为其他的县市都结案了，也都定验了，所以我们希望说司法能够让人民有信心，让人民觉得法官有作为，让人民觉得法官是有在做事情的，是有是非的，有使命感的，有改革的。这也是所有的台湾人民普遍对司法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期待。所以希望这个法官我不知道是谁，希望法官能够比照外县市速审速判，能够让所有的台湾人民、台南市民对司法有信心。台南地检署表示，检察官认为一审的判刑无适当，嘛无应该缓刑，也无符合减刑的条件。检察官认为洪玉凤涉嫌贪污是4个行为，但是法官认为是同一个行为，所以检察官才会提出上诉。台南高分院表示，一切依法审理。洪玉凤也表示尊重司法的决定，但新闻局无意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30号正式甲知名的旅游固定平台 KKday 签署合作备忘录，除了规划相关的特色旅游商品，业者也将提供店家数位转型的合作，要共同来打造台南的观光品牌。台南的观光产业一直拢是台湾上知名的。市府为了提供观光客更较优质的旅游商品，持续来甲相关的旅游体验平台来合作。现在也将要甲 KKday 签署 MOU 的合作备忘录。观光旅游局伫30号举办签约记者会，向民众宣传这个合作的好消息。市长王伟霆也亲自出席参与。市长认为，安尼的合作是一种强合作，会使予台南的旅游商品更加优质，提供游客更加丰富的选择。现在因应解封，我们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口头禅叫报复性消费、报复性吃东西、报复性旅游。其实除了报复性这种情绪性以外，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理性的深度旅游，而台南就是一个理性的深度旅游最优选的这个城市之一。我们很期待借着跟 KKday 的一个合作，在网络上的一个平台，能够有更多提供台南优质的知性感性之旅的一个空间，让许多在网络上不管是台湾的朋友们，或是国际的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更深度的、更深入的了解台南。其实我过去有蛮多台南的网红，有一些网红的代言，有一些名人的代言，有一些名人把自己的活动办在台南，譬如说林志玲小姐的这个婚礼，譬如说有些重要的一个宗教或是个人的活动，其实都验证了台南真的是一个宜居而且具有文化深层底蕴的城市。所以欢迎大家借着 KKday 的这个平台，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台南，进而来台南。为了帮助台南合作的店家进行数位转型，业者也将提供免费的名额来使用因建设官方网站的系统。或店家会使更加快速的来完成数位转型。那个 KKday 新的这个系统叫做 Razio， 那这个系统呢，主要呢是说，可以帮助在地的店家做一个轻松的一件事的所谓的数位转型。那主要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说，可以提供一个官网，然后让这个品牌的店家可以自己做一个经营。那另外就是说，当然就是线上虚实整合吧，然后会有所谓的电子凭证，然后我们也整合了所谓的线上的金流的付款，所以让店家在营运的方面的话，可以降低它所谓的营运的成本，让它非常的便利。那另外还透过一些所谓的 API 的串接，那就可以整合我们自己所谓的 KKday 自家的一些订单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服务内容。现在民众只要到 KKday 的网站当中，就会使看到侪无共台南旅游的行程，要互无共的消费族群，拢会使找到适合的行程，共同来熟悉台南的故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姜是药食动物的最佳代表，伫个东方国家用姜入药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因为姜的成分有姜辣素、甲姜油酮等等，所以会咸，而且有暖身的效果，会当提升人体免疫力甲代谢。透过医疗报道做回来了解。人的体温是检测免疫力上简单的方法。正常人的体温是36.5到37度2，每降1度，免疫力大约就降低30%。过综合病院营养科组长郭嘉玲表示，其实姜是药食动物上好的代表。如果民众的体温偏低，会用用姜来暖胃，而且佫用祛湿散热，帮助代谢。姜它是最主要功能就是会暖胃，然后刺激这个胃的蠕动，让我们的食物可以往下推，然后很顺利的产生能量。那这个能量很顺利的可以散布传输到四肢去，然后四肢就会温暖起来。这样子，四肢得到足够的能量，那就会温度就会提高一点。所以就是说，姜就是有这个作用，温暖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那当然，我们身体温暖了哈，那温暖的身体之后呢，那我们的免疫功能哈，整个免疫机制会处于在一个比较正常、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层保护的这个作用。姜除了温暖身体、维持正常的免疫力以外，另外因为姜会增加凝血的时间，因此袂用甲抗凝血剂同齐来服用。另外，如果体质较虚，或者是内热较重的人，嘛较无适合来使用。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只要有决心要结婚，阁有人陪伴，成功的几率会当大大增加。台南市有一对双生仔兄弟，为18岁开始结婚，到即马差不多10档。两个人携招到安南病院结婚问诊，接受专业的治疗。透过报道，做回来了解因结婚的成功经验。婚害为个人健康的杀手，国内10大死因差不多一半以上拢甲食薰有关。根据研究指出，有食薰习惯的人比无食薰的人寿命更减少10档。由此可见，薰对身体危害真大。台南一对婚龄10档的双生兄弟，为了健康的因素，两人做伙来到安南病院解薰门诊接受治疗，最后成功将薰戒掉，找回更加健康的人生。其实我那时候是因为手受伤来安南医院，然后他那时候有伤到韧带，然后医师他是建议我们就是可以戒烟，这样恢复的会比较快。啊，那时候他们就带我来就是他们的戒烟诊所，那我就直接跟他们就是一样跑这个行程，这样一起戒掉之后就是不用再另外一个抽烟，你又会想要走回头路这样子。所以其实是一个互相激励的作用，对不对？对对对对，还有有伴对。安南病院家医科主任蔡宗宏表示，虽然大家拢知影食薰无好，想要戒掉，但只要靠意志力来戒是真困难的。所以除了爱有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以外，阁会当透过戒烟贴片、戒烟嚼片，或者是药物的帮忙来解毒。我们跟他谈过之后，发现说他其实家人里面有弟弟也在抽烟，那本身烟瘾其实评估起来，尼古丁成瘾程度其实蛮高的。那根据我们的建议之后，我们是先建议他接受药物的治疗。那药物现阶段有贴片，有我们所谓的口嚼定、口服药物这几种。那我们给病人做讨论选择之后，他选择的是口服的戒烟的药物，那效果还蛮不错，出乎我们的意料，大概1个礼拜左右，他就可以完全不抽烟。为了帮助个人戒薰，国健署嘛有提供戒薰药物的补助。政府针对有心想要戒烟的民众，他会提供每1年总共是算是16个礼拜，等于是分成2个疗程这样的一个戒烟药物的补助的一个方案。那每一次的疗程大概是先补助8个礼拜。那药费呢，几乎病人只要去支付像一般看诊费用的200元，加上所谓的那个挂号费，他就可以拿到他所需要的戒烟的药物。那大大降低了过去很多民众因为担心戒烟药物太贵，不敢戒烟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医生强调，戒薰并无困难，
有意愿想要结婚的朋友，若是会当接受专业的结婚卫教咨询，以及医生评估后的药物治疗，是会当有效降低结婚过程的不适感。若是阁会当加上家人朋友的支持，成功结婚的几率更是大大提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玉井出产的山野芳猪好食，是真侪人热天上爱水果之一。饭店业者特别将在地出产的水果入菜，设计出各种山野的菜色甲点心，而且邀请市长华新杜子西协助行销山野的创意料理。台南玉井是台湾第一个正宗爱文山野所在，当地出产的山野品质优良，受到各方喜爱甲推荐。饭店业者为了将这好食材介绍给大家，运用卡斯将山野制成各种甜点以及料理。为了帮助行销咱市当季好食水果，专藤市长黄伟哲特别来到饭店来点手艺。芒果多的不得了啊！我们先加黑糖水。那我是因为叫全糖市长，所以说我要加更多的黑糖水。我们都知道台南是台湾最大的芒果产地，那总共每年大概65000公吨的芒果，这可以说是非常这个量也大，然后品质又特别好的这个芒果。但是平常大家都喜欢吃，也喜欢吃芒果的鲜果。但是除了芒果的鲜果之外，其实我们今年要变出很多的新花样，由我们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来这个，不管是在把这个芒果能够入菜也好，或者煎做沙拉也好，事实上都是非常爽口的。那在夏天尤其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知道，其实远东香格里拉饭店过去把我们凤梨也入菜，把我们的文旦也入菜，现在挑战高难度，把芒果也入菜。为了提倡食材当季上环保的理念，饭店业者为过去就开始前往台南各区，找找优良的农特产日菜。这次更结合饭店餐饮的专长，设计出各项中西式的山野料理。会大量运用我们在地的爱文芒果各式的食材，其实这也是香格里拉酒店我们一贯的推行实在当季更环保。那透过大量的采购在地的食材，其实除了帮助到我们的农民之外呢，那其实我们也要提倡一个环保的概念哦。其实多多享用在地的新鲜的食材，其实可以避免到很多的反季节性的一些栽种，然后费大量的能源哦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一个的生长哦。这个山野创意料理将在6月19日正式上市开卖。饭店业者欢迎民众做伙来支持上在地、上当季的健康料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30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